后来过来是台南市政府伫市内38个所在来成立着二手辅助器的资源站，市民会当伫这38个关怀据点免费来借辅助器，这是爱的宣传，嘛互辅助器有环保再生的功能。为着互二手的辅助器有新的生命，阁有民众会使较方便摕到。今仔日透早，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伫南区金华社区活动中心正式成立台南市38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由台南市市长黄伟哲亲身去颁发聘书。之后放在家里不会增值，所以呼吁大家不会增值，但是拿出来做功德，对大家都好。台南市市长黄伟哲呼吁民众会使将家己的二手辅助器捐出来，这是咧做功德，会使帮助更较侪弱势民众。民众拢会使到离家己较近的关怀据点借用，唔免负担费用。你如果捐出来，或是让人家回收，这就是资源。那资源有什么好处？这是积功德。另外，台南市政府有3个社会局委托的辅助器资源中心。有永华无障碍之家、嘉义工业区管理中心，阁有关电老人养护中心，欢迎民众会当来利用。